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2019年球季今天全面开打，瓦伊特 Luke Voit 和卡诺 Robinson Cano 都在首局轰出全垒打，各自为纽约洋基和纽约大都会带动气势取胜。MLB 新球季上周在日本东京巨蛋举行海外开幕战，西雅图水手与奥克兰加2连战皆告捷。不过，另外28队在多处球场按惯例打开幕战，展开为期6个月的例行赛。首先，洋基在主场以7-2击退巴尔的摩精英，大都会在客场以2-0力克华盛顿国民。大都会二垒手卡诺首度为球队上场打击，就从国民王牌投手薛哲 Max Scherzer 手中轰出阳春炮。卡诺也在8局上左外野一垒安打贡献1分打点，为大都会奠定胜机。卡诺在洋基和水手效力14年后转披大都会战袍，这是他在国家联盟球队首个球季。这场比赛是大联盟40年来首度出现上季赛扬奖 （Cy Young Award） 冠亚军在开幕战强投对决戏码，最后薛哲败给大都会的迪格隆 （Jacob deGrom）。迪格隆在去年挤下薛哲拿下国联赛扬奖。至于纽约的比赛，洋基指定打击瓦伊特首局轰出3分炮，向精英先发投手凯许纳 Andrew Cashner 下马威。洋基法官甲级 Aaron Judge 3局下从3垒跑回1分，当时队友安杜哈 Miguel Andujar 在满垒下击出双杀打，助洋基取得4-0领先。精英全场苦苦追赶，在4局上攻的1分后，洋基5局下赢得2分。当时瓦伊特在满垒下因触身球上垒，贾德纳 Brad Gardner 跑回1分。安杜哈接着高飞牺牲打送回甲级拿下1分。精英6局上再下一城，不过伯德 Greg Bird 8局下开轰，这发阳春炮协助洋基取得7-2领先。洋基日籍先发投手田中将大主投 5.2 局，被敲出6支安打，失2分，外加5次3振，没有保送，成功压制精英火力，赢得生涯首次开幕战胜投。精英连续8年拿下开幕战胜利纪录止步，先前开幕战对洋基3连胜也中断。